到村庄，血雨之外的人们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祖先们一生也没有走完的路。神啊，你把我的思念带向了远方，远方。掌声鼓励一下好吗？谢谢，谢谢，感谢大家的热情的掌声鼓励啊，谢谢。随着声音飞向那远方，想看看城市的灯火和蓝色的海洋。当梦想成真，走进宽敞的机舱，俯瞰天外世界，止不住热声的脚步还在回响，神啊，神啊，我已经告别昨天，找到了生命的亮光。